一碗金黃清澈，味道鮮甜到不得了，就係呢個鮑魚椰子雞湯啦。大家好，歡迎又嚟到滋味主義。今天我會分享一個令湯頭更加鮮甜、功效更強嘅一個小秘訣。喜歡滋補湯水嘅朋友就唔好錯過啦。靈魂主角有機走地雞、椰子、甘筍、急凍鮑魚，鋅含量非常豐富嘅蠔豉，同天然鮮甜味嘅乾瑤柱，仲有雞心紅棗，就算唔去核都唔會燥㗎。陳皮半個，生薑一大塊，可以驅寒暖胃。冬菇含有豐富嘅多糖體，能夠幫助調節血脂，增強免疫力。將蠔豉、冬菇、紅棗、果皮預先浸水15分鐘。用嚟煲湯嘅乾瑤柱，沖水就可以啦。盡量保留返佢嘅鮮甜味。首先處理下啲鮑魚，用隻大匙羹喺鮑魚嘴邊刮入去，睇下就好容易將鮑魚脫殼啦。鮑魚殼呢就擺一邊，一陣間有用。呢個深色部分呢就係鮑魚嘅內臟啦，用手輕輕去除就可以啦。用啲麵粉加啲水，將鮑魚肉全面咁樣搓洗乾淨。麵粉有非常好嘅吸附能力，用嚟洗冬菇或者洗鮑魚都好乾淨㗎。鮑魚嘅營養價值好高㗎，滋陰清熱又養肝寧目。而鮑魚殼呢，就係我嘅小秘訣啦。喺中醫裏邊，其實佢係一種藥材，叫石決明。佢有明目、平肝、潛陽功效，非常出色。對於眼睛疲勞、血壓高都有好好嘅食療效果㗎。洗刷乾淨後就可以一齊煲湯，令這個湯滋陰清熱功效加倍。跟住就嚟開椰子，你見到頂部呢就有3個圈圈，但只有1個圈圈係可以插到入去。可以用個格西盛住個椰子，就可以將裏邊嘅椰子水倒出嚟㗎啦。跟住呢，就將椰子放入2個膠袋裏邊。以下鏡頭將會直接粗暴，用錘仔將椰子殼揼開。如家中男士方面就要幫忙一下啦。用把鈍口嘅栗子刀喺硬殼嘅邊緣撬入去，就可以將硬殼撬開。椰子係令呢個湯清甜嘅秘訣，而椰子水就含豐富嘅電解質，可以生津解渴。椰子肉又有天然嘅椰油，其中嘅中鏈脂肪酸係比較容易化為能量。用清水將椰子肉清洗乾淨。跟住就要用把鋒利嘅刀切走啲椰子皮。如果唔切走啲椰子皮，就會影響個湯嘅口感同埋味道㗎啦。去皮後就可以切成幼條備用。將甘筍去皮後切成小件就可以啦。到最後就嚟處理隻走地雞，將頭同尾、雞翼尖都剪走唔要。通常用嚟煲湯嘅雞呢，我都會去皮同埋去埋脂肪，避免吸收過多嘅脂肪，個湯底就會更加清爽啦。如果怕麻煩，都可以唔去皮，等個湯煲好之後再撇油。用有機嘅走地雞都係想少啲嘅激素同埋藥物嘅殘留，食得更放心、更健康嘛。我就中意用走地雞啦，因為佢哋活動量大，肉質又結實，味道都特別濃郁㗎，仲提供咗優質嘅蛋白同多種嘅氨基酸，能有效恢復體力、強健肌肉，真係元氣滿滿嘅來源。去皮後呢，就可以剪開幾件，跟住就沖洗乾淨。
用冷水下鍋，大約出水10分鐘。記得同時都擺埋啲鮑魚殼一齊出水啊！我忘記開機冇拍到，見到水滾起，有啲浮沫就差唔多㗎喇。撇走啲浮沫就可以撈起啲雞同鮑魚殼，將所有嘅材料都放入壓力煲裏邊。煲呢個湯最嘥時間都係開椰子同埋起雞皮。嚟到呢個步驟呢，已經完成晒㗎喇。我哋而家就等飲湯。如果你唔想用壓力煲，都可以用普通煲，明火煲2小時就得啦。如果好似我用壓力煲，就只需要45分鐘。記得放鮑魚殼啊！今次嘅份量呢係足夠3-4個人飲用。如果呢個家庭成員係多人嘅話，就要煲大煲啲啦。材料都可以按比例嚟加減。而家鮑魚好平民化，豐儉由人。又有嚟自澳洲嘅、南美嘅同埋中國，價錢都好親民㗎。加入2公升嘅水，冚埋蓋，壓力煮45分鐘，就有靚湯飲啦。唔使睇火，又唔會乾水，呢個都係用壓力煲嘅好處。仲可以避免因為長時間嘅煲煮而增加湯嘅嘌呤。話都冇咁快就煲好啦。開蓋後就撳着個sauté掣，將啲湯滾返起。大約15分鐘，個湯就會變得更加順口。雖然隻雞已經去咗皮，就已經冇咁多油。正如呢少少，我都會撇走佢，咁煲湯就會清澈好多，咁就更加健康啦。撈返2個鮑魚殼出嚟。呢個時候就加入椰子水，仲有加入杞子，因為呢2樣都唔需要煲煮好耐。記得先試下味，先放鹽啊，因為蠔豉同瑤柱都比較鹹鮮味濃郁。如果覺得夠味，就連鹽都唔使落。一碗金黃清澈、食材豐富鮑魚椰子雞湯，個味道真係鮮甜到不得了啊！每一啖都係營養嘅精華。呢碗湯集合咗滋陰養顏又明目，特別係加咗鮑魚殼嘅加持，令到呢個湯嘅藥膳價值同埋鮮味都完全升級。仲要係補而不燥，就最啱喺秋冬進補啦。如果喜歡我今日嘅分享，記得按讚同訂閱啦。感謝你嘅支持，下期見。